今爺，請問我當事人 MC 印傳單500張，收費係8500蚊，收費標準係啲乜嘢啊？林大狀，印刷係專業，紙張分類有好多㗎喎。我問你咩標準啊？按體重定生肖啊？佢屬猴嘅，係咪收猴子偷渡費啊？仲要？卡，肅靜，林大狀，你繼續講。第一，你報價寫啲紙係進口供應商，出到嚟張發票係廢紙回收商，點解釋啊？第二，咩設計費2000蚊，明明我個客自己設計嘅，你收咩2000蚊啊？但係呢個係行業慣例嚟嘅喎。何咩規咩矩啊？你不如寫屙屎唔出附加費啊！法官大人，同一情況之下，eBanner 收費列得清清楚楚，張紙幾多錢，墨幾多錢，大細幾多錢，全部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嘅。後生仔，你唔明㗎啦，我哋又要養老師傅，又要交貴租。今爺，你間公司開咗唔夠2個月，都買一架寶馬嘞喎！各位街坊，佢哋收佢所謂嘅專業費，但係連最基本嘅報價都唔專業。佢哋所謂嘅行業秘密，最大嘅秘密就係連自己點樣收費都唔清楚啊！法官大人，喺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同樣嘅，印刷界面前，人人收費都需要平等。eBanner 印刷界嘅毒舌大狀。